大家好，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我嘅雙重幸福。我有兩個家，一個係巴基斯坦，一個係中國香港。喺巴基斯坦生活嘅時候，爸爸媽媽成日同我講，屋企人平平安安，生活穩定就係最開心嘅事。嚟到香港之後，我發現呢度嘅生活好安穩。返學路上，人人遵守規則過馬路。放學之後，我可以同朋友一齊去公園玩。屋企附近仲有好多美食，尼泊爾嘅毛毛，香港嘅雞蛋仔。老師教我哋，中國就好似強大嘅守護者，保護住香港，尊重嚟自唔同地方嘅人，好似我哋學校唔同膚色、唔同語言嘅同學，互相包容，一齊學習。呢個就係社會安全、文化安全嘅一部分。多謝大家。